大神，係時候留嘢來。仲有呢個運，阿達地佬在明天有福有有，啊，我來破壁啊！謝謝，感謝咱姐姐的朋友，感謝咱的支持先生，感謝咱的社長先生，咱三個的努力，圓滿的結束，真感謝因寶貴的時間來傳承阮台北市民的歡喜，真感謝，真多謝，真多謝，這裡是地方關係為咱宣傳大漢時，咱馬上就一天後日就有哦，咱來搞阮小老公小老，在個背後的公菜，要到人路啊，時陣來行，拜拜。